女生跟你说我爱你有3种可能，只有1种是真的，另外2种你也最好知道。第一种，她是真的喜欢你，这种当然有，而且比你想象的多。很多泰国留过的女生是真心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外国的伴侣。第二种，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经济选项，但他不是爱你的这个人，他是爱你给到的生活条件。第三种，他就是在骗你的钱。这种人通常都很会聊天，很会制造浪漫，但从来都不会让你进入他的生活里。靠自己是很难去分别，因为感情里通常都是当局者迷，但透过专业的配对，你根本不用去分别，因为我们都帮你筛选过，确保出现在你面前的都是第一种女生。想确保你遇到的都是第一种女生，点击我们的链接，加我们的 Line， 做一个免费的咨询。